写别的喏，那个。我唱别的。八家路上面。这姐。啥金？这姐不？啥意思？大概那种。还没得哩。啊。别的喏。写别的喏，那个。我唱别的。我唱别的了。我说也我弟了，在几年这个，在几年的，都行。三个人，面说两皮变比呢，反正两皮变比呢，不说米了，面说米了面那个的呢，那不如谁个，那不如谁个，什么？哎，我这边你也没猜了嘛？对的，你也没猜喏。就开的，那不会对了。家里的工人呢？家里的，家里老家。我他妈我妈。